来到身上，哈利路亚，来到身上，荣耀
成上瘾的习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这个慈爱救赎我们，让我们偷偷离弃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怀抱中得到安慰。我走在充满荆棘犯罪的道路，会迷惘，会迷路，你就是我的保护。有过不断考验的来，沮丧跌倒，求你多来，牵着我往前走，不要回头看。我走在充满荆棘犯罪的道路，会迷惘，会迷路，你就是我的保护。有过不断考验的来，沮丧跌倒，求你多来，牵着我往前走，不要回头看。我要一起追赶，经历生命的重生，虽然会有软弱，但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。我要走出困境，依靠全能的真神，放下自己，全心全被我荣耀你给我毫无保留的爱，用你宝血救赎我，耶稣我救主，我属于你，你的爱使我坚定，你给我毫无保留的爱，用你宝血救赎我，耶稣我救主，我属于你，你的爱使我坚定。我要一起追赶，经历生命的重生，虽然会有软弱，但要靠着信心回转里面。我要走出困境，依靠全能的真神，放下自己，学习谦卑，荣耀你。放下自己，学习谦卑，荣耀你。闭上眼睛，每个人都开口来说，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他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我们来求主耶稣，主啊，求你高举我们，让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跟态度，都能够与你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一起高升。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我们来求神说，主啊，当我们要开始寻找老旧的自己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的每个人目光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。充满我里，
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生命的粮食，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允许神的话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。我们总是敞开心，向着外面的世界，却很少存着欢然领受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求你开启，让我们每个有个重新渴慕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学习领受你的话语。也就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，不是在按照自己旧有的生命来活，而是愿意将老旧的我与耶稣基督同钉在那十字架上，并且与你一起埋葬，一同复活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。主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追求，我们一起唱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的奇迹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突然的与你相遇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。我再次我要追求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的奇迹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，主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。我们再次敬拜你。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。主耶稣，求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每天在生活中能够领受你的话，真实活出受洗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教导，彼此相爱，互相来扶持。愿主加添力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。